想要学台语的民众，即马有一个好消息要报互恁知。即马有线顶课程公司找李江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合作，推出12节正经式的台语课程，这学费也全部用伫台语推广加时代教学。年仔节大团圆，亲情朋友满厝经，借问要安怎称呼？阿爸阿兄叫做阿伯，阿伯因某叫阿姆，阿爸小弟叫阿叔，阿叔因某叫阿婶。用轻松活泼的对话开破生活中的台语用词，这是 Press Play 线顶课程公司加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出的台语公益课。课程收集也会专属用伫台语推广加老人教学。在整个课程里面分了2个部分，一个是一个完全免费让大家可以直接就来换的，是希望说伫咧贵你时阵，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学到一些台语话。那另外公益课程是需要付费，但是课程会全数把收入捐出去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其实也是比较尽量都是采就是生活上可能会使用到台语的方式。负责课程的赖昭南老师讲，线顶课程的规划全靠经验的累积，除了爱有系统性，也要想办法请学生来上课。我把这个课程分做2部分。就是这个课程，唔是干那咧教台语的物件尔，我阁有用台语去讲足侪无共款的知识。迄阵咧经12个主书的时阵，我拢有挑工经，就是咱即马现代生活当中现代的物件、现代的主题、现代的情景。罗昭南表示，即摆下届合作甲基金会过去宣传方式有正大精彩，结合少年辈生活话题，加上新世代的行销手路，要甲台语拖出去更稳赞。记者杨淑静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